林福鹏太高是做过两任嘅国相强强总，林武做啲百人面前，就啲国相强学到嘅。林太高已经系第四胎呢，太高对路场搭条路嘅，都遵照系自家嘅旨意按想哦。水路嘅出世过后，都做得记录用，大约爱3年。这3年爱做嘅就是要注意照顾，变做家到幸福嘅第一盘。看到安样柜台群人的情况，佢咪开始变紧张嘅。为了每本水路嘅创作上，有时候严严难等，弄弄嘅过后就做得行减了。你下呢已經要開始準備來記錄用誒，你下前身的準備嘅工作啊，就會愛本日嘅錄嘅較唔可以講啊呢。啊，太過其他做嘅準備嘅重要吧，就來嘅錄嘅目標先要佢明起來。剛才都要順風看到其他的準備嘅係按樣嘅記嘅。像中文來講，做唔得用天機嘅，因為會太少，還要用人工嘅機板呢。啊，還是要跟大家說，這個鹿茸呢，其實比上出的黑它多的部分，其實啊黑不是傷害動水鹿，反而是幫助它做的行動都它舒服一點點。我說等一下看啊，都帶我用來取下這個鹿茸，我哋得佢你可以見行嘅啫，我唔知。OK。咁你睇下，而家佢搞死啊！成腳杯。呀，已經開始記下嘅鹿茸誒。看到幾多時候神的那個包係鹿嘅血，鹿茸嘅血，鹿茸嘅血吼。這個鹿茸嘅血用下來，其實它那鹿嘅本身嘅血，它係鹿茸上面的血。嗰種你嘅壓其實係唔會感覺到痛嘅，係會癢停。這個看到安斗師傅他們分開弄的，也還會見接血出來的，做個血弄起來啊，其實沒有其他作用。不過大家可以不用擔心，因為鹿嘅身體紅嘅血，嗰時候我們會養佢們都改個什麼樣？給鹿茸送杯血，所以那個是它裡面的血管的血，所以水鹿本身係唔會吃到痛誒。困起都會依家，其實它有一些角度上問題，就會我會鬆到一個鹿嘅安尼。蛋糕上呢咩溶溶嘅幽默，一道幽默，我先用酒精蛋燒膏，夠用清水來洗，撒下來就會當蔥油嘅一鋪了。鹿茸吼，佢嘅活血，你看它傷害的東西哦，會更正嘅會流血。活血這樣子，所以它就是有一種吃血補血的意思哦。鹿茸皮度係結啲軟骨組織，充滿嘅血筋，有血運輸滋養，代謝動旺，上到動架，血地度係冇細菌嘅。鹿茸度有磷脂、脂肪酸、氨基酸、卵白質也都成分，連本草綱目都有寫定講，鹿茸補骨血液氣。故說當年這個時節，都會有人組團來買，老吃食鹿茸哦。